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沙龙有。今仔日的主题是用母语文证。坐伫我边仔就是 Thank you 陈碧维。大家好 ，Thank you。嘿，对，前一阵啊，就是 Thank you 是伫各国拢是用台语咧即顺嘛。大部分咯。嘿，对，大部分用台语即顺。那前一阵啊嘛，因为用台语即顺即件代志，伫网络顶悬有引起真侪讨论。所以今仔日就邀请 Thank you 来甲咱分享讲用台语即顺用母语文证的一寡想法，还佫有感想安尼。好，安尼刷落来就先请 Thank you 来讲一下用台语即顺即件代志，是安怎会决定要用台语即顺？因为你即摆咧即顺的时阵，拢咧先问对方讲你敢听有台语嘛？对无？嘿，啊若是听，就是逐摆拢安尼问，敢袂使？嘿，等下嘿，我麦克互你嘿。对，所以就是想要问你讲是安怎决定啊？对，先问这个过程安尼好啊。其实吼，我大学毕业的时阵，我有去考电视台的报榜啦，就是讲即个主播啦，即个 anchorman。但是咧考试的过程吼，其中一个评审，毋是逐个啦，但其中一个裁判，伊就讲：哇，你讲话足台呢，你若摆先去早安农村实习看卖安尼。我就感觉讲，我若讲即个所谓华语，也是讲中文，无遐尼标准吼，可能是即个毋是头前较上厉害的。但我讲台语，逐个人会感觉讲，哇，你讲台语咧，少年仔才我讲台语足厉害啊，所以甘愿做鸡头嘛，无爱做牛尾，敢是安尼讲？嘿啊，所以吼，我迄斗考试了，我就转来，我就做爱讲台语。再来，其实吼，你为电影文化、流行文化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台湾过去伫亚洲吼是扮演着即个文化输出国。比如讲咱的音乐，唱起歌叫啦，咱的电视，通灵的即个笑路啦，或者是咱的即个电影，西迪芭蕾，这拢是卖世界各国的即个电影甲电视的作品嘛。但是如果你若讲华语、讲北京话，那世界上有一个北京的正统，伊就是隔壁的中国，自然咱就会变第二名的国家。你一个文化作品出来时阵，就自然生成第二名，安尼你何必就一定爱行这条道路？所以我就一直日常生活甲工作时阵会尽量讲台语啊。那伫参政的时阵吼，都要找着台湾基进，然后若是一个真爱讲台语。那其实我加入了家己政治来做研究了后吼，其实咱的追求并毋是追求大家讲台语，是追求大家讲母语啦。那讲母语这件代志吼，因为咱台湾多元文化，伊嘛包括有新住民、有原住民，有较早来的汉人，有后壁来的即个国民党的军队，嘛有留伫遮，过去留伫遮，咱讲原生日本人，所以这济的族群吼，咱尊重各个族群的语言，来达成一个 republic 共和的过程。所以我想，大家讲母语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因为你即摆用迄个台语来即顺嘛，就是用你的母语来即顺，其实甲别人介无共，是真特别的代志。毋过这应该嘛，毋是台湾历史上，就是头一摆有人用台语即顺吼。毋是，毋是诶。过去吼，其实伫我的故乡高雄有一个即个地震摇伯啊，摇伯啊，伊嘛做过农委会副主委吼，因为即个过去伊考着，伊毋是考着啦，伊选着民意代表。啊！伫国会内底即顺吼，伊嘛是用台语。那迄个时阵，罗秀一吼，即个前辈以及谢长廷前辈，拢替伊做过翻译。因为伊坚持我着要讲台语。迄阵行政院长何碧川，郝柏村爷爷啦吼，伊着坚持伊要讲北京话。那迄个时阵，姚伯啊，伊着甲应讲吼，即个郝院长啊，郝院长。你去，我听讲你的英语嘛讲了袂歹，你去美国嘛搁若当，你去美国的时阵你就会讲英语，但是你来台湾啥啊不爱讲台语。伫台湾倒数顶悬有足济500-600万人是台湾人，因听无你咧讲啥，听无北京话，是安你一定爱坚持讲你的母语，无爱学习咱的母语，是安恁去到美国你就会学因的语言，所以这段话我想我听了足感动，就是。
过去咱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的专制独裁，哦，当然包括政治、包括文化，但伫语言的部分，咱有足长的时间吼，台湾人是去互挂齿，无法度讲家己的语言，所以这我想加减嘛有。希望讲会当传承后辈来精神哦，伫台湾倒数顶悬讲台湾话，嘿啊。因为我伫国防外交委员会啦，这吼我拢讲讲，这是你有主要的，算大学你有主修啊，佮有选择修的无共课程啦吼。啊，那咱主要伫国防外交委员会，啊伫国防外交的部分哦，坦白讲。过去不管是国军的组成，吼，或者是外交的即个算标志，算外交的强钉啊，就是必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嘛。所以伫即两个官方的单位吼，大部分有员是较贤讲北京话，袂晓讲台语啦。啊，对因来讲，既然因的母语是北京话，那我嘛会尊重因啊。我会问讲，啊台语恁敢听有？啊若听无，我嘛是会用咱听有互相听话语言啊。但是我袂去禁止人讲你的母语嘛，所以其实有一个你讲趣味嘛，其实对我来讲无趣味啊。但是你讲有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前阵仔有一个原住民的委员，吼要求咱的部长袂当讲莫讲台语，吼啊当然事后伊讲伊是叫伊尽量讲国语啦。但我想，如果今日有一个原住民的委员伫我面头前讲原住民话，我会讲歹势，我敢会当甲我讲一道，因为我听无。啊，这是互相尊重嘛。但我袂去讲，你不准讲原住民话，吼啊，你著爱讲台语，这是咱无可能做的代志。所以我想，伫民主化30几年的台湾吼，这个民主幼苗，吼打发芽尔吼，所以有足侪过去威权的思考，佮需要大家人渐渐会当包容甲接受啦。所以伫语言的部分吼。我想，大家讲母语永远是咱共同的目标。那未来嘛，希望讲，其实吼，国防外交委员会，我当做是大部分拢听无，但慢慢，其实吼，包括退保会内底哦，我发现恁的李文忠副主委嘛会晓讲，吼啊，即马咱的侨委会，吴新兴诶委员长嘛会晓讲，吼啊，国防部内底，有一寡无共款的军团内底，有一寡人会晓讲。我想这拢渐哦，包括外交部长吴钊燮伊嘛会晓讲，所以若会晓讲，咱来讲嘛，若袂晓讲，咱找一个互相会通的物件来讲，这其实毋是台湾较有的专利，吼，比利时、加拿大，吼一寡有2种语言以上的国家，其实即种代志是足正常的。那我是想透由咱伫国会内底讲台语的表现，吼，慢慢大家会习惯。尤其吼，其实我知影有足侪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的委员吼，因拢做我讲的，希望讲吼，透由咱咧讲的过程，会当互因感觉讲哦，原来讲台语嘛有票房，原来讲台语少年人嘛会介意，原来讲台语遮美丽，吼，会当伫官方，会伫国会内底来使用台语做交流。那我想慢慢，大家人会惯习即件代志。